先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咱的政府为澳洲来进口着鸡卵36万粒，也毋过用无人机来载，成本真悬。有人来预估，讲进口这36万粒的鸡卵将会了3000万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，这条农委会会担。早起咱的记者去了解到鸡卵的饲草，讲两项的存货，一透早就互收买了了，有民众连走3间店，也是买无卵。总算来咯，36万粒的澳洲鸡卵，伫咧2月上尾一天来到台湾。不过澳洲卵空运的成本贵三三，部落客预估农委会上少了3000万。澳洲进口的部分呢，那因为牵涉到是海运还是空运，所以每一颗的蛋当然进来之后是比国内的贵。那这个价差呢，农委会这一边会来吸收，但是最重要的是，它不会影响到产地的价格。农委会讲，澳洲鸡卵会直接调度予加工业者，本正加工用的国产鸡卵会转去一般市场，所以市面通路无法度直接买到澳洲卵。不过这个方法可袂当改善欠卵的情形。买到吗？我没到了，拍谁？那内底空，就算头家限制人客上济买20粒，下早10点2项的货已经红扫了，嘛互外国的民众无地买。我要来买卵啊，都无卵啊！我迄日来买三位买无咧。没有蛋，就是我们都要去家调，白蛋没有在卖，所以只有特殊的这些红心蛋在卖。红心蛋以前我都可以有30几项，现在我们公司就一直减我的货，我也只有10几项可以卖而已。想要食卵，同款真歹买，就算菜已经卖完的牌仔，嘛是有民众唔死心，走来问看卖。农委会嘛因要来30万只鸡仔来为源头解决欠卵的问题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